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今仔日这个节期，咱互相请安，除了讲平安以外，咱阁会讲圣诞。不管讲圣诞快乐，还是讲圣诞恭喜，咱莫甲台仔顶讲咱即马甲你的厝边讲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个圣诞哪会快乐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迄是为着古早2000年前的人出世。为什么今仔日伊出世，咱大家互相讲快乐？咱若莫讲到全人类，咱干那讲到咱的厝就好咱的厝、咱的家庭、咱的家族，然后一个婴仔出世带来真无共款的气氛。伫咧庆贺婴仔出世以前，咱足期待，所以咱会做足侪备办。迄个备办毋若干那咧顾即个妈妈的身体，咱嘛备办婴仔要出世所要用的物件。咱真侪人拢有迄款经验。当咱的厝若有人有新姻，会互咱厝内每一个人，当咱出去外口行大的时阵，看到有新姻的妇人人，咱会特别好款待。即个提醒真要紧，讲视网膜效应。你即款的经验，会对迄个有新姻的人特别有礼貌，让位好济，毋通去甲恰着，甲斗寒物件，这拢是咱所咧讲的。但是一个婴仔若出世的时阵，即个家庭毋若带来快乐那定，佮带来侪关系的改变。所以咱捌敲电话去朋友的厝，对无？明明是朋友接的，讲要找咱甲讲要找因太太，伊甲因太太讲：妈妈，你的电话。本来是咧叫honey叫太太，婴仔出世了后，有先生叫太太叫妈妈妈咪，太太叫先生叫啥？爸爸。台湾人较无习惯安尼但是咱嘛愈来愈侪即款的亲密的称呼，敢毋是？为什么呢？为着一个婴仔出世，敢若为着一个婴仔出世看手太太讲煞变做妈妈啦咱会当看起一个婴仔出世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所带来改变。那安尼有甚物款的一个婴仔出世，竟然会当对全人类带来遮尔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全世界咱踮伫即个时间，对12月一直到1月初7，因为东方正教基督正教因是用1月初7做圣诞节，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咱用12月25最近来庆祝圣诞。伫即个节期的中间，全世界人拢伫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咱教会犹原共款，已经连续对12月初7去伫三芝双连安养中心，12月14咱去伫个平南，踮伫平南地区的学校，含遐侪的小朋友家长最近有一个圣诞的活动。顶礼拜12月15犹原共款。伫咱教会即个所在，有侪细囝来，咱三甲分享耶稣救主诞生的快乐。昨暗时就是伫咱的礼拜堂，咱有请小马倪子君伫即个所在分享伊生命的见证。我昨伊伫到10点外，还佫有听到陪谈的人咧讲，哇，即摆的圣诞报道会都是昨暗时。有意外的收获，因为倪子君今年40岁那定，伊咧讲到伊少年的时阵，飞类荒唐的过去，要安怎倒转来即个信仰的家庭。原底咱想讲，青少年来听伊的见证，结果昨有几落个拢是离开教会相当长的时间。因讲昨这小马见证，互因真正有回家的感觉，倒转起来。倒转来，即个信仰生命的大家庭，离开教会真久啊！捌读过主日学，国中、高中补习无去教会，嘛真久，20年无去教会。但是通过昨昏即款的一个报道会，互因搁一摆，真正心灵感觉转来厝，应该爱转来应该爱转。咱看到上帝，互咱通过各种无同的智慧，三甲来领受伊。独生圣囝降世，真正的福气，真正带予咱的快乐。所以今仔日，
咱敢若亲像儿子耶稣基督出世拄啊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有咧讲到天使天君吟诗而落，咱今仔日用赞美礼拜来将荣光归给上帝。通过圣歌队，敢若亲像天使天君同款，带领咱大家来将一切荣光归给主。昨昏的报道会，毋若敢若互咱做兄弟姊妹，各一摆得到激励，一寡新来的朋友看到有即个信仰的大家庭的接纳，真要紧。咱嘛看到，特别看到咱教会兄弟姊妹准备3个月，无论是台下顶的节目，也是咧做交代。我昨暗有真大的一个感动即款的态度实在足水的。咱后摆若逐礼拜主日礼拜咱的交代拢对清新是啥？清玉无咧，毋捌买客但是敢若看到一个清就想到咱的马太福音5章，甲咱讲清气心肝原来是清玉按清玉巷仔口到咱的铁门巷仔口，铁门大门口到咱礼拜堂，到这也无够昨昏的交代到倒，到甲内面啊，到甲内面带人安尼坐甲椅啊。咱逐礼拜若交代拢安尼兄弟姊妹，咱需要真侪交代。你要做阵来参与无？好，做真久无倒转来教会，也是真侪心灵需要的人，因一来就感受到回到家了。咱讲留一盏灯给晚归的人，留一个电火，互较晚倒转来人，交代一关一关的交代。就是敢若亲像迄拍电火共款，互人还未到位，心就温暖。咱若倒转去厝诶，看咱3楼，电火还佫倒诶，咱诶心情无共款若讲门一开，哇，规个客厅拢暗嘛，迄佫另外一款心情。交代，昨我看到讲遐青少年的交代安尼，一关一关按捷运开始毋是青玉开始，按捷运开始，一关一关安尼来接待遮参与诶人。咱恳求主帮助咱，会当有即款继续的一个服侍。今仔日咱三甲领受对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8到14节甲咱讲的，即个真正互普世所有人类的一个福音，是一个好好的福音。踮伫拄仔所读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遐，伊咧讲着，伊讲咱受托。就是要替基督求证人甲上帝国好啊！咱受托受拣选要来宣扬的，就是要替基督、替耶稣基督出世伫咱中间，耶稣基督来互世间人甲上帝国好有即个和好，即个国好。即个和好，其实20年前、20多年前，咱嘛有印象，开始成做咱台湾社会真重要、有聚焦的一个祈祷，会记得伫迄个年代，无论是伫台北市政府圣诞树，还是迄个时阵，我拄好住伫新兴南路有一个圣家堂我来到新兴南路，来到罗斯福路右转到新海路咱看到迄个光启社的大楼，伫迄个时阵伫遐，侪所在，无论是教会、公家机关。咱拢会看到迄个真悬的圣诞树，几落年看到即个和好，这2字一直出来，也就是讲，伫过去20多年前迄个时代，一直到即马，咱台湾的社会愈来愈深体会到，咱实在是需要一个国和的社会。台语讲国和，我们说和好的一个关系。那安尼即个和好、国和是咧讲啥？是人斗阵会清安，人斗阵看起来真快乐，有机会三甲啉食，还是讲常三甲斗阵分享最近有啥物代志爱关心大道无？咱知影即个国和好即个字，特别是对着圣经，互咱看到，伊所咧讲的，毋是咧讲着互相斗阵的关系真 nice 冬天到咱会去关心着长辈送一领外套送2个点心。也是讲咱会敲电话来关心，毋是原底无啥物款的问题逐个加一我关心，毋是
国和其实咧讲的，伊的一个前提是安怎？原底是一款的对敌的关系，台语讲对敌的关系，中文讲仇恨的关系。哇，这代志大条啊！伫个关系中间，有对敌，有怨恨的时阵，迄是真歹过呢。咱若碰到这款情形，咱一般拢讲，莫甲卡同好，不要恶化就好了嘛，对不？咱莫去插味嘛。这个人甲咱遐尼对敌，逐摆有啥物代志拢甲我想按负面去，这个就是敌对的关系。那安尼吼，我莫甲插，莫甲插。毋是呢，耶稣基督来，伊是针对这款情形哦，针对对敌的关系，针对怨恨的关系，伊毋是针对咱看起来真和谐的社会，然后敢若有一点仔锦上添花。耶稣来毋是安尼。耶稣来的世界是充满对敌、充满冲突、充满怨恨，毋那伫国甲国，包括伫家庭的中间，多一个父母吼，无咧怨叹讲，哎哟，这少年的到底想啥？阮囝愈大汉，我愈毋知影伊咧想啥。常常啊，父母甲囡仔本来就足亲密的，但是有当时有一段时间，咱会感觉讲，毋知伊咧想啥物，一寡怨叹会走出来。连踮个家庭有当时啊吼。咱就会产生这款的情形，何况是伫咱的社会、族群、国家甲国家的中间。所以圣经来甲咱讲到的和好国和，亲像这个所在甲咱所咧讲的，上帝甲人中间有一款的对敌的关系。咱人甲人中间会有对敌，稳当是有人得罪着对方，有人做毋对，有人有欠客，人甲人是安尼。那安尼，上帝甲人中间。迄个对敌关系，就是因为罪恶来的。人犯罪，人软弱，做应该做的无去做，不应该做的，咱偏偏拢去做。亲像保罗甲咱提醒，这个罪恶缔造怨恨对敌来产生。所以伫这个所在咧，甲咱讲到罪恶是对敌的一个根，因为有罪的存在啊。然后对敌仇恨。是因为罪恶伫遐，所以产生的结果。那安尼的时阵，咱会发现，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功课，要安怎消除这个对敌的关系。所以，要消除这个对敌，就是讲怨恨的原因就是罪恶。你若无把这个罪恶消除掉吼，对敌永远伫地。国甲国中间的对敌关系的原因是安怎？大家国家拢想要维护家己的利益，无要去过小对方的利益。这个罪啊，这是一款罪啊，敢若顾家己无顾别人是罪啊。国家若大家拢敢若要顾家己，无要顾别人的时阵，这个罪一直存在。那安尼怨恨对敌关系就一直存在，敢毋是？咱厝边头尾楼顶楼骹，逐摆倒粪扫的时阵吼，迄个二楼的吼，粪扫拢早起就囥喺门口。垃圾车暗时才来，伊吼就拢囥喺门口，甲讲暗时你才摕出来讲，我早起要上班，囥喺厝诶臭。伊敢若想到讲伊诶厝毋通臭，伊无想到讲楼梯间别人会臭。即款呢就是罪，不应该做诶去做，应该做诶无去做。这就是咱讲诶罪，毋是杀人放火才罪。国家、家庭、社区人甲人诶关系，所以因为罪缔造对敌诶关系，冤家走出来。对，大细声，最遮个拢走出来，所以要互人甲上帝。如果毋咱讲，先莫讲人了，敢若人甲上帝，因为咱得罪上帝，人无照应该行去行，所以人甲上帝中间，若要得到国和，就爱甲罪处理掉，毋是敢若甲对敌关系吼，想尽办法甲塞奶甲上帝迄落，咱的罪若无先处理吼，搁较塞奶嘛无法度，对无？咱的囡仔吼，若无悔改吼，搁较塞奶，你嘛是爱甲处罚啦。为着安尼，咱会当看去，审判就出来啊，犯罪处罚就出来啊。囡仔无乖，笑都夹出来，吼，若无要安怎教？咱若人一工教毋拢面对审判，咱就惊咯。毋过咱看着吼，上帝互咱有即个圣诞节，伊毋是为着要审判世间人，毋是要处罚。伊实在是要互咱得着救，迄个得救的意思就是 U turn 方向毋对啊，紧洗头，
迄个得救的意思，就种定心设定，定心领受我生命的价值观，设定我的方向，超找迄个意义，超找到正确的方向。这叫做得救。毋那干那即个肉体，毋那干那即个心灵、灵魂，包括上帝互咱的心思意念。所以上帝互咱有圣诞节，这是咱尾仔讲圣诞，应该讲上帝多成肉体来到咱中间。其实上要紧的，就是要互咱甲伊的关系，罪恶会当处理掉，罪恶无处理掉，咱甲上帝的关系永远袂过好啦。这就是咱今仔日三甲斗阵欢喜的关系。所以拄仔所读的圣经第2章14节，伫咧讲至权应当归伫上帝，第1章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无论是讲平安，也是讲欢喜，拢要甲咱提醒。这个才是咱甲上帝国好真实的状态。伫上帝面前坦然无惊吓，你得到平安，你得到和平，这是咱得到真正甲上帝国好，也就是讲咱得到救啦，咱得到救。咱注意看到这个所在吼，伊咧讲到平安，也是讲和平，大意是讲和平哦吼。咱讲和平平安，和平平安伊的前提拢是国和和好，有和好再带出来平安和平。希伯来文咧讲 shalom 这个字，伊咧讲的是一款的和睦的关系，毋那安尼。讲到是一款的福利，一款的兴旺啊，所以伊咧讲的毋是一个个体，是咧讲到一款的状态、生命的状态、环境、人甲人的关系，这款上帝所要互咱这款的兴旺，这是真实的一个平安。是敢若讲较可笑，咱常常咧讲到平安平安，大家三甲斗阵请安平安平安的时阵，拢是轻轻啊讲，讲了就煞，讲了就煞。敢有影真正要祝福对方平安？敢有影真正要来修正我甲对方的关系？敢有要恢复咱中间迄个和好的一个关系？那要都爱甲咱中间迄个罪处理掉，迄个罪就是捌得罪的所在，爱甲伊处理掉。但是偏偏咱人无法度处理，所以咱看到耶利米书第6章14节的古早的先知甲咱提醒：人三甲斗阵，祭司面对咱。拢会讲平安咯，平安咯，毋过平安讲了就煞，其实百姓无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伊的前提，国和无处理。这个要安怎来讲呢？真久以前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这两个人，看过电影咱不知识 Damon 甲 Robin Williams 伫迄出电影，互因踮咧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有9项，提名9项。这个故事简单讲，伊咧讲到踮伫咧咱所在一间真有名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MIT， 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数学的教授，这教授踮咧走廊的黑板挑工写一条足困难的数学题目。因为伊想要收一下入室弟子较高的学生啦，看什么人会当改一条，挑战所有的人安尼吼。有一天，这个教授行起，较行一天、2天、3天、1礼拜，无人会晓解答啊，连共款数学的其他教授嘛无法度解。有一天，看到答案出来，迄个答案佫超过伊所想象的，伊就紧紧问教授、问学生，无一个人讲是伊写，哪有可能？伊就甲迄个题目，伊甲答案抄起来，甲迄个题目7条，佫写1条佫较困难的，迄条哪会晓解答21世纪的爱因斯坦要走出来，伊就踮遐注意看。结果有一天伊安遐加巡，看到一个身影闪过，答案走出来，伊马上去录起咧，一个少年家17岁少年家不良少年不良少年去互法官判到爱去踮咧。迄个看守所，毋过学校的教授发现讲，伊真巧，该保释，爱管束，管束就是逐工爱来学校佚佗骹、溜涂骹安尼啦。看到伊拄安只个，就甲讲，迄敢你写？这个少年的无爱插伊这个少年的，就是内面这个伊无爱插伊。简单讲，尾后教授发现，这个数学的天才。
但是这个数学的天才有一个大的困难，这个教授无法度甲伊讲话，讲话袂通，不了解我的明白，讲话袂通。原来伊的心灵毋爱受到什么伤，规个关起来，规个关起来。伊教授在踮学校内面哦，找几落个心理学家教授，一个去，无一个挡会过半点钟，拢去互碰倒来。原来这个少年家啊，伊的头壳内读的册无输遮的教授，伊过目不忘。伊知影这个甲我协谈的心理教授，搁落去下一句你要讲啥？伊翻头甲你问，你甲你的太太敢有遮尔好？为什么你着要安尼关心我？好，一个教授，一个去互碰转去，大家拢甲数学系教授讲无法度啊，这个你放弃。即阵伊想着伊，这个数学教授、数学系教授想到伊大学的同学，这也是一个异类。阮咧读大学的时阵哦，这个人哦，一讲讲就惹是生非哈。这个伊的同学，伊想到伊。赶紧去找伊来。这个故事心灵捕手就是咧讲到尾啊，咱看到哈 ，Robin Williams 伊拍开第一门伊的心，伫角色中间拍开伊的心，互伊的心叫做开阔，开始甲人接触，欢喜参与学习，甚至要交到女朋友。这个心灵捕手咧讲到这项的一个故事，特别嘛咧，互咱看到有影。真侪时阵，当咱咧讲平安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将咱迄个应该处理的问题去处理掉？为什么常常拢会生气？为什么一项代志来都气挡袂掉？有人甲我讲，哎，牧师，我咧看到什么人哇，就生气起来吼。你莫看到伊上好，这是人处理的方法。帮助对敌，咱要闪掉，但是信用甲咱讲，咱要去国好，哇，这条件太大。会记得无？阮有一个厝边4岁查某囡仔，阮有一个厝边4岁查某囡仔，有一摆，一工无爱食饭，2工无爱食饭，因的爸爸妈妈就带阮隔壁讲，阮这个囡仔呢，已经2工无爱食饭啊。伊讲牧师啊，恁有心啊？阮就落去甲伊开讲谈。3工阁无爱食饭，这4岁囡仔3工无爱食饭，伊想什么代志？咱的医生会先去想到啥？咱的老师会先去想到啥？尾也甲伊谈其实是毋是我问，毋是我知，尾也是牧师娘甲伊妈怎讲。原来啊，这个查某囡仔吼已经大汉啦吼，东华大学研究所已经毕业，即摆伫花莲开店。伊吼4岁时阵。伊足爱伊阿嬷，足爱伊阿嬷，看阿嬷头毛愈来愈白。伊讲：“哎哟，袂用的啊！我若愈来愈大汉，阿嬷就安怎？愈老有一天会安怎？就离开我就失去我的阿嬷。我若莫食饭，我就袂大汉，阿嬷就袂老，阿嬷就永远甲我。你想讲这是4岁囡仔的想法吗？”我甲你讲，这嘛是14岁人的想法，这嘛是94岁人的想法，敢毋是？咱一直想要甲这个时间甲诱掉，拢莫死，拢袂老，拢袂成长。咱想要甲这个时间甲诱掉，莫互叮当。所以，迄毋是4岁囡仔咧想安尼咧。咱做64岁做阿嬷的人，你敢无安尼想？我若莫老，体力较好，我就会当甲我的孙带到伊大学毕业，佮带某生囝，我做是啊，咱有即款的祈祷，即个4岁囡仔，原来伊心内有一个伊行失落去，行离别。人的心灵，咱会生气，即个情绪的管理。第2个部分，咱会行失落，行离别。第3，咱有惊吓，有一寡代志惊吓。即几个领域，互咱的心常常受伤，都无可能甲上帝国好，无法度甲家己国好，连家己咱都无法度接纳，何况要安怎接纳别人呢？有当时感觉家己无够好，当时感觉家己若莫食饭，阿嬷就袂老，就是我食饭，阿嬷毋使会老，甲责任拢撒来家己的身躯顶，咱无可能接纳家己，袂甲家己国好啦。所以耶稣基督是咱的心灵捕手哈。圣诞节就是这个意义啦，
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就这个意义。如果咱会当互耶稣成做咱心灵国好的医生啊，咱要得到国活，这个礼物就太宝贝啊！这个国好，嘛会互咱甲咱的兄弟姊妹真正的献祭伫礼拜的时阵，咱嘛三甲国好。所以伫这个所在咧讲伫至关的位应跟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咱除了吟诗、学乐，用赞美礼拜献伫上帝面前，咱嘛伫这个诗歌歌词的中间，咱做祈祷，求上帝将这个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和平降落伫咱的心内，互咱甲家己国好，甲上帝国好。你会发现，你会学习甲其他关系中间极其水的功课，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用奇妙的方法，多成肉体来甲阮中间，成做阮世间人的愿望，医治阮所有的人心灵的受伤。亲爱主，阮感谢，恳求你将这款真实的医治降落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甲上帝国好，互阮会当甲家己国好，来享受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